没问题，就没有客栈，能客栈飞面话，汉语面的当中能客栈飞面话，面话说客栈，就准备搬来到步，就走路近，步就见有啊，就准备。准备搬来到步来到，走路近，步就见有啊，步就见有啊。见有，就准备搬来到步，走路近。不久见有啊。就这个房主回来准备回来转来，搬来到步走路近，做的成，不久见有啊，欢有欢乐就很高兴。就准备搬来到步走路近，不久见有啊，就很高兴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